遮点到这个白色的蜡烛，来表示主降生的日。总是这个天书是一种的提醒，是一种的回应。也毋过上要紧的是咱的心，咱安怎伫主的内面经历着上帝的同在甲救赎，这才是要紧。所以咱要三甲用主的话来提醒，互相来勉励，咱要开始真正动心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疼痛甲祝福，互阮通伫抬杠这时阵来到你面前，来经历上帝你的同在，经历上帝你的救恩的记号，经历主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迄个生命改变的喜乐。感谢主，互阮做伙有份伫福强教会敬拜你，也互阮大家彼此三勉励、三造就、三提醒，互阮做伙用你的话，成就阮的快乐甲信心。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听候是爱有智慧的。听候的智慧，就是讲，到底你咧听候什么？听候有真艺术的所在，有智慧的所在，也有操练的所在。咱事实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的生命听候是一个常态，就是讲定定会拄着。咱的听候人，咱的单车，咱的听候囡仔大汉，咱的看见学生准备要升学，在听候放榜。当因为时间，人伫社会感觉愈来愈时间无够，所以呢，咱看见坐咱周围的遐个工具愈来愈准时。除了科技发展以外，是因为人的时间足宝贵，所以咱看见以早咱咧坐迄普通的火车。火车若慢5分、10分恁是讲就自然的莫提早，我坐无着就好啊。咱拢已经足习惯。不过今仔日你坐高铁无准时，你感觉足袂惯势，因为人的社会伫进步，感觉时间真宝贵。咱看见少年人伫青春的时阵，伊咧听候伊所爱的人出现，伊咧听候会当建立一个美好、受祝福的婚姻，有的新婚的夫妻就开始咧期待伊的细囝来出世。在求职的人，也是换头路的人，哇，一直咧期待咱台湾好找头路，工作会当真顺遂找到，迄个好的职缺会当让互着我，也是讲我考试我会当考到迄个上好的工作。伫病痛中的病人，伫拄着艰苦、身躯无爽快的人，因拢咧听候赶紧会当好起来，会当赶紧来出院。所以兄弟姊妹，听候会当讲是正面甲负面拢有啦。有可能你会感觉到足不耐烦呢，特别是急性的人，感觉讲差1分都袂等急所以感觉讲，若是听候无意义的事，你会感觉真浪费时间真浪费生命。有时安尼听下到最后煞，迄兴趣拢无去兴致拢无去煞规百岁安尼哎呀，迄若要来，迄要若莫来较好安尼。所以人因为听候感觉讲真不耐烦。毋过有时听候是一个美好的事，美好是因为你充满着欢喜，充满着愿望，你咧期待一个美好的结果。咱现在这个当做大概真少人伫厝里家己烧圆也是吹粿冬天吹粿。会记得囡仔时代阿嬷啦开始咧吹粿伫等甲伫边咧灶骹洗来洗去。人足想要讲安尼
吹好吼，啊，咱食着上好食的粿安尼，啊，是阮平湖有一种特殊的吼，阮叫做糋枣，啊，糋枣其实毋是糋的啦吼，是用迄个米粉，也是米的米浆，啊，落去做的皮，啊，包一寡在地的食物安尼。哇，感觉讲期待赶紧吹好，但是阿嬷拢会讲，囡仔若毋通来煎吼，袂使来剥的。古早佫有禁忌，讲袂使去剥迄个脆吼，就是咧假的米脆安尼。啊，来等啊，等啊，时间到，伊吹起来才会好食。你袂前就甲掀起来，吼，啊，袂前就甲摕出来，啊，就袂成功啊。啊，所以你伫咧听候，你会充满着快乐。啊，只是两边的差异无共伫倒位呢？你的结果好还是歹？你的结果若是好的，你就会堪要等，吼，会堪要等。好的好的代志会当加等寡，袂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听候是一个艺术，听候是一个智慧。啊，当伫人类的历史中，上重要的听候是甚物？来听候上帝的拯救。这听候绝对袂使疏忽，绝对袂使伫咱生命中伫遐来甲伊失落去。咱知影讲犹太人因的听候弥赛亚，因相信弥赛亚若到，就会当互因犹太国恢复到伫亲像因诶所尊敬诶即个大卫王迄个王国的时代，迄款的昌盛，迄款的大开力。也毋过因一直咧等，现在还咧等，因为因感觉因的弥赛亚还未到。总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已经知影救主已经来啊，救主已经来啊。啊，这差别伫犹太人因对家己的信仰的解释，当时就拒绝耶稣啊。咱知影耶稣基督是安怎定时间呢？因为因感觉耶稣毋是救世主，耶稣毋是弥赛亚，耶稣是当时的一个安尼反抗分子，当时是扰乱社会的人。啊，迄个差别伫倒位？差别在伫伊有去抓着迄个救赎的根基无？有去找着上帝来拯救世间人的迄个调头无？所以。听候是救恩的上帝，我即句话吼真有趣味就对啦吼。你有想到即句话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听候是救恩的上帝，其实有两种的意思，有一个双向的解答，吼，双向的就对啦。是安怎呢？第一个是听候要施救恩予人的上帝。上帝咧听候要施恩予人，所以上帝听候咱，伊听候要施救恩予咱，上帝咧等，上帝咧等人就对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即句话哦，人类伫苦难中在找即个施救恩的上帝，所以主词会变化吼，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人，上帝要施恩予人，人咧找上帝。啊，所以这句话会通伫以赛亚30章18节，拄则咱的人生执事带咱读的，有一个真清楚明白的答案。这答案是安尼讲：耶和华因为安尼要听候，因为安尼哦，来施恩惠予恁，搁因为安尼要起来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见若听候伊的，拢有福气。耶和华要听候，你若听你的囝儿，你的囝儿吼，啊早起哦，困唔起来，啊要上课啊，咱做爸母的袂讲，唔插你啊，我做你来上班啊，你嘛得赶紧甲催，讲等咧，等咧，赶快哦，啊喝牛奶哦，吃早餐哦，我等你，爸爸等你要载你去学校。当疼来的时阵，咱愿意听候就会咱所疼的对象。耶和华疼人类，所以讲伊要听候，伊要施恩惠予咱，要
起来怜悯咱，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讲啦，听候伊的有福气。啊，这句话就是双向的，上帝要听候咱，但是咱若听候伊的，拢并未得到福气。伊听候要施恩互咱，咱若听候伊要得到福气，安尼是公平的，敢毋是？实在的，上帝的福气本来就准备便便啦，是你有要听候无？你有要甲上帝讨无？讲上帝，这个恩典，这个祝福，我还要得。所以这段经文真宝贵，宝贵是甚物呢？咱深深来思考伊的意思。咱是不是真正咧听候伊？因为咱知影上帝咧听候咱咧，咱无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看啦，听候伊的拢有福气。你有要得到这款福气无？所以咱知影主咧听候咱，咱搁眼前，咱凊彩。咱无在意，咱感觉无要无紧，咱讲有也好，无也好。但是有真多的物无得到是袂要紧啦。毋过今仔日世间人的价值观真无相像。咱看见吼，台湾伫这几年流行一种足特殊的社会现象，叫做排队名店。排队名店你知吼？这间店毋知什么原因，大家一大堆排队啊！我奇怪啊，这间是什么店啊呢？都大家爱要排就对啦。啊，好食无好食，另外一回事。就人讲好食，我就来排队。我顶2个月去日本啊拜访朋友，啊一个朋友带阮去讲来，夏牧师我带恁来去看一间排队名店，啊一间大间百货公司的内面吼。其实就是迄个回转寿司尔咧，我奇怪啊，这台湾嘛食会到啦。伊讲来看下你看，毋是要食好食，是要看人排队安尼。啊，真正迄医疗啊，一条排有几啊细啊，因为百货公司无讲概括，啊，就排迄个壁边啊，细去到便所边嘛咧排咧。人诶为着要食一顿好顿诶，人为着要买一个足好诶面包排队排甲。但是有时迄个奇妙诶救恩。人无看做是要紧，无要听候。这是咱人伫这世间所带来一个冲击，这冲击咱时时来警醒，到底你听候的是甚物？无食敢袂要紧，但是你着爱要排。遐个少年人伫较无遐个寒青野青，会当排2工3工呢，有诶排几礼拜，啊早睡袋。咱看见迄个新的手机一个出来，会当排3日。兄弟姊妹，什么是你介意的？什么是你伫意的？咱的主也咧通啊！咱的主咧听候要施恩互恁，伊要怜悯恁。兄弟姊妹，你有想到讲，突然间有一个灵感，讲啊，这敢就是？耶稣咧讲迄个放荡主的故事，老爸每日咧听候即个讨财产出外口车花拍喷的第2囝，伫听候。兄弟姊妹，有时咱的心亲像迄个放荡主，毋是咱外在讲啊，我后壁开钱去车花宴乐，甲财产舞了。是你的心灵有迄个放荡的心，你无咧注意听候你听你的老爸。咱的上帝要施恩互咱，伊要怜悯互咱。有时咱感觉讲这个无要紧，但是当你发觉你欠缺的时阵，发觉你需要的时阵，发觉你一无所有的时阵，发觉我身边这所有一切好的，感觉人看做是好的物质。世间的财富拢袂当帮助我的时阵，你才知影讲啊，上帝救恩才是宝贵。所以，咱伫世间的生活，咱是毋是定定等无人？也是讲咱即个酒伫遐叫做守株待兔，但是听候无着什么物件，听候迄个无思路的，但是甲要紧上帝救恩无去听候着。咱是毋是有确实有听候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祝福咧？
这救赎甲祝福是要互你的，而且是你应该得的，这点较重要。因为这个放荡主是伊应该得的，但是伊主动要放弃，伊得到伊迄个世俗的部分，但是得到迄个恩典甲老爸的祝福，迄点伊甲丧失去啊！所以兄弟姊妹，咱顶礼拜有30几位，今仔日还有2位姊妹也要来补受洗。咱在座有顶礼拜受洗的兄弟，请你会记得，这个福气甲恩典吼，毋是随随便便的吼。你看起来是讲啊，都一个活动尔呢，啊，我参加一个吼，毋是呢。这是上帝奇妙的救恩。这个救恩吼，毋是昨昏上帝临时想到的，也是你有好朋友，你有好同事，你有好家内的亲人，甲你介绍讲来哦，咱来去教会参加幸福小组，咱来去听道理，安尼好毋好？这拢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呢，这拢是上帝美好的业力呢。若无你无可能伫遮哦，因为圣经真明白，甲咱讲一件代志。以弗所书，哈，圣经一本册拄则咱读的以弗所，这是间教会的名。这个以弗所的地点伫现在土耳其南边靠地中海的一个城市啊。保罗是写一张批，吼，即间以弗所的教会啊。保罗用什么？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基础，为着要坚固即间教会。所以咱拢知影讲，以弗所书是保罗为着要起造一间安尼下上帝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基础，会当荣耀主的圣会所写的一张批，包括咧鼓励遐个服侍主。服侍教会的正使徒、正门徒、正兄弟姊妹，啊，中间呢，保罗的解释基督的教会应该成做什么款的教会？什么款的教会？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啊，而且呢，教会要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意思，上帝听候要施恩互人啊，但世间人唔知啊，茫茫渺渺啊，四过蛇啊。啊，试过找啊，找无啊。教会讲伫遮啦，福音伫遮啦，祝福伫遮啦，恩典伫遮啦。所以咱带人来甲上帝福气结连，这才是上帝教会上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为何咱一直咧推广，一直咧鼓励讲兄弟传福音啦，爱传福音啦。这是圣经所教的呢。毋是咱得到就好，是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所以，这个抬杠节，抬就是听候嘛。抬杠节，耶稣降生的真正意义，保罗讲了真清楚，就是拄则咱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章3节到6节，保罗指出迄个抬杠节，咱听候迎接主耶稣降生，迄上重要的意义啦。拄则我有。甲咱遮的顶礼拜受洗的兄弟，甲恁恭喜，讲恁来到遮毋是偶然的，毋是突然间发生的，因为这段经文甲咱讲清清楚。保罗讲的这段话，第3节讲，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意思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伊讲安怎？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通过咱甲基督结连，赐予咱。咱拄则读约书以赛亚对无？以赛亚讲，伊要赐恁逐项的福气啊！啊，遮就讲着啊，讲吼，咱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甲天顶所有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属灵的福气？毋是只干那地面上的财宝啦。福气嘛，包括财宝哦，但是比财宝较宝贵的是迄个咱所带来平安、喜乐，带来的信心甲仰望，带来生命的安稳，带来永恒的生命，这个拢是属灵的福气的一部分。伊讲通过咱甲基督结连，咱甲基督结连做伙，伊就互咱。所以顶礼拜，咱遮的兄弟牧师甲你行洗礼。请会记得，你就是甲基督结连做伙啊！
福气你得到啊！这个上帝属天的福气要给你，而且这个福气足奇妙呢。你有看到这句话无？这句话讲创世以前，咱都也唔知伫倒位啦。你唔知历史偌久啊？上帝创造天甲地，伊讲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通过基督来竞选咱。安尼什么意思？咱受拯救，咱得到属灵的福气，唔是凊凊彩彩想到咱做的，是上帝从古早创世以前，伊就通过耶稣基督来竞选咱。你若是讲这哪有可能这款的时间遐长，哪有？咱已经互上帝拣好啊！请你去，这个是奥妙啦。若用人的办法想会到，咱就唔免信啊！上帝用伊奇妙的律理，咱长老教会有一个教理叫做有定论。这段经文是上好的一个证明，是上帝有定要将伊的救恩赏赐予你。所以呢，伊讲上帝是创世以前就已经通过耶稣救咱、拯救咱、竞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洁无缺点的人。是什么原因？上帝听咱。有时咱想讲，这款代志遐尼啊，时间遐尼啊长，人遐尼啊济，遐尼复杂，有诶好，有诶歹，有诶歹，有诶毋，上帝要安怎拣呢？有时我想着讲，哇，即马科技真发达伫咱马偕病院有一个足出名的即个血液专家即个林教授啊，林玛丽教授，伊咧研究迄个血液内底的基因，血液内底迄个成分伊发觉讲人的基因会当看到非洲，看到迄个苏联，还是到迄个蒙古，还是到南亚，迄基因你的祖先伫倒位拢看得出来呢？那假使人开始咧研究这个基因的渊源，到咱对对始祖留落来，还佫会当会当追溯，当然咱的科学有电脑运算，佫较好，才有法度。咱就知影讲，上帝这款竞选毋是无原理的。上帝伊有奇妙的律理，也是讲，咱来一个较世俗话讲，上帝的科技超过咱人的想象的得到。兄弟姊妹，创世以前就竞选你，这是奇妙上帝恩典呢。伊佫讲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做伊的囝儿。早就决定啊！你今仔日受敬，你今仔真做基督徒，是早就决定的，通过耶稣基督做伊的囝儿。而且这是伊所欢喜伊的旨意。你要看这段经文讲困也变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咱要做上帝的囝，这拢是结连做伙。所以第6节讲，咱着上赞，就是阿罗上帝，感谢上帝荣耀的恩典，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无任何报酬，无任何这个门槛，拢无，就是无条件来赐予咱。兄弟姊妹，安尼一段经文，你通真清楚吧？咱佫复习一遍。第3节。上帝照着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甲天顶各项的属灵的福气赐予咱。照着伊的独生囝，安尼这句话反面来讲，若无照着独生囝耶稣基督，有无？得袂着。伊都无8条路啊嘛，所以圣经内底有甲咱提醒啊，讲天的无8条路，无8项的路径，互咱得救，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源头，耶稣基督是伊直接对上帝才来得到拯救，互咱得到拯救。第4节，伊讲是创世以前，这世间还未造成以前，上帝已经照着基督竞选咱啊。创世，迄是何等遥远的事，上帝已经认定你。有时咱去想到亚利米另外一位经节。伊讲你伫巴肚内，你伫老母的巴肚内，
上帝已经经历啊。你有看重即款的积分无啦？啊，若无你讲你喊过吼，这也跟我无关系。但是当你看重的时阵，也是你当后来你信主了，佮倒转去看你头前的经历，你讲，哎呀，实在是足感动。上帝哪会遐尼疼我？经过无共款的道路来竞选我，互我成做伊的囝儿。其实牧师是第4代的基督徒，有的是顶礼拜才来受洗。上帝听候你，上帝拯救你的途径拢无共款，也毋过共款伊的救恩是存在的，只是你有要透过耶稣基督无？你有决定无？这是真奇妙的事。第5节，拄则讲创世以前哦。第5节讲有先决定，照着耶稣基督，互咱蒙恩做伊的囝儿，做伊的儿女。上帝有先决定，所以你是上帝所敬迄个恩典的囝儿。你有安尼接受无？第6节，上帝甲伊亲爱的囝白白赐互咱。这是抬杠节的一个记号啦吼，这个图片咱看见迄个点蜡烛迄款的优美互咱感觉提醒讲，上帝咧听候你哦，你准备好未？这个福气你要得未？礼物你要得未？还是你要像人伫门口摆3、4日，为着要食迄块香？到底什么福气是你应该得到的 ？Advent 就是抬杠节意思吼。这是咱台湾字的点蜡烛，准备好要接受主。这是一个解释图啦吼。这5支蜡烛有特别的意思哦吼。伊这蜡烛是安怎讲呢？伫圣诞款的顶面插5支蜡烛，就是4个紫色的，1支白的。第一主日是代表期待，就是愿望；第二主日是咧讲准备有God的信心；第3主日是咧做宣告，这个主日宣告咱得到喜乐；第4主日是主的启示，来启示主的听。到圣诞节迄日，救主降生，才点到迄支照光世界迄个白色的蜡烛。兄弟姊妹，牧师伫遮要搁一遍来甲咱提醒，来甲咱招呼，来甲咱呼吁，咱来听候，咱来迎接，咱来改变。我记得咱遮足侪兄弟拢做过兵吼，做兵的时阵吼，上紧张的时阵是啥物时阵？就是师长也是司令要来，讲要来巡视啦，吼，迄毋是快乐的时刻，迄是紧张的时刻，因为呢，全部队拢大叮当，因为爱大扫除，也是要做装备检查，所有迄内底仓库内底所有的装备啦、武器拢摕出来整理。其中清气的重点就是啥物？清气厨房。厨房袂使有一点油粗、垃圾，你若看到家纸狗遐甲鸟鼠不得了啊！迄主管都爱受罚呢。第2爱便所，较早无像现在迄个自动的迄厕所便所呢，迄是臭甲咱知影人多迄便所实在是拢都爱平逐个拢落去撸哦。迄真正亲像最近这几年有人迄个大头家有无？带人去撸便所有无？迄便所毋是水泉泉咧清清的，是真正用手落去撸啊！做兵的时阵，咱遮兄弟拢捌拄过。迄瓷砖拢撸啊，拢完全无迄垃圾。过迄阵有低调啦，饲猪啦，饲猪人抬来做迄个油草，通互遮兵食，因为这是上容易垃圾的所在。兄弟姊妹，咱看到讲一个司令，一个中官要来，咱就款甲遐好势，毋知咱听候主有遐尼注意无？咱的君王呢？救世主君王要来呢？你有听候伊的救恩，咱也都爱听候迎接甲改变。咱来伫咱准备好要迎接迄个上水上美好的救赎，你有准备好无？你有准备好无？所以咱来洁净咱的心神，伫台抗节靠圣心来清洗咱的心灵的厨房，
便所甲低调迄种垃圾。咱会仰即主耶稣降生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才会当互咱的生命互主来用。我要讲两个小小的故事。美国有一位42岁经历人生挫败、失魂落魄的流浪汉，伊拢倒伫公园的医疗啦，啊看起来一生拢翘脚啊。毋过真趣味，有一天吼，有一个智慧者来到伊面前，伊甲伊看了，甲伊讲：这位兄弟啊，我感觉吼，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咯。啊，平常时无人要插伊的一个流浪汉，听到即句话吼，伊就感觉奇怪，这个声是咧甲谁讲的？原来是咧对伊讲。伊着一惊，伊毋相信，甚至当作开玩笑讲：啊，你莫甲我创治啊！我倒伫遮，你甲我讲是伟大的人物。毋过这地位者，佫感觉讲足严肃讲哦，讲我看你的面貌足像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啊，无讲无代志啦，讲咧到底吼。这个流浪汉开始袂自然啊呢，一边甲伊提示，一边甲伊讲啊，你讲了吼，伤过含啊啦，无可能的事啦。智慧者甲伊讲，今仔日的失败，并无代表永远失败，你的未来是无共款的。这个流浪汉呢，伊甲智慧者的话一遍搁一遍想，一遍一遍读，慢慢你感觉讲。对啊，我是安怎都爱伫这个所在，成做一个流浪汉。我敢无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何必安尼呢？开始改变，心内开始产生酵素就对了，产生化学变化。伊开始反省过去的失败，伊开始踮咧找讲啊，到底华盛顿是安怎成功的？是安变做国父的？开始看迄册，看华盛顿的册就对了。啊，愈看啊愈有心得啦。伊讲：安尼，我爱先改变家己，我爱先改变我家己，我爱先毋通看无家己，我爱毋通放弃家己。所以开始做较好的事、对的事，啊，迄个消极的事就开始消失去啊。伊改变过去失败的思想，伊彻底要一番的作为。伊慢慢发觉讲：其他的人的眼光我无共款啊，无甲伊看做是啊nothing。无甲伊看做讲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看做是空气。伊讲无到几年吼，这流浪汉改头换面，成做一个全新的人，而且成做一个互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为一个智慧者甲伊讲的一句话，竟然遐尼大的改变。你是一个伟大的人，遐尼是为你是一个上帝独生囝所救赎的人，你有看重这项无？等你看重的时阵，你就无搁看作是流浪汉，你无搁再看作你家己是一个统领主啦。你是上帝所特别尊贵的百姓。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嘉义破主教会有一个医生，啊，伊少年时代去到美国做医生，伊是破主吼。第二代的基督徒，破主吼，听讲咱台湾教会出医生上多的一个所在啦吼。啊，这陈荣良医师呢，伫几年前有一件真轰动的故事，帮助一个解药啦，一个解药来发明啊，迄个物件。这解药叫做麦克威廉斯，啊，伫2013年的时候，新闻真轰动。这威廉斯什么人呢？伊是一个有20几项发明，特别是发明一寡医疗器材的一个发明家呢。伊包括牙科医生咧用的迄个口腔手势摄影机，心脏吼咧开刀迄款的摄影机，就是讲足微细的摄影机，互你入去内底，互医生看会到你腹内的物件。但是因为伊聪明归聪明哦，不晓经营啦，投资错误，2009年就破产啦。啊，伊个太太哦，啊嘛甲放杀啦，无爱注意啊，啊所以哦，钱也无，人也无，家庭厝体拢无了了，到最后伊不得已吼，就流浪街头呢，因为爱躲债啊，无拍算讲伫街啦，伫街头咧落魄啊，佫
屋漏偏逢连夜雨啦，搁互平平遐家友互人抢劫，啊，甲拍做重伤啦，啊，差不多要死毋死啊！后来人甲讲，伫即个洛杉矶有一个叫做 Dr. Chen， 伊拢袂拒绝人呢。伊你知影美国若要看医生你若无保险不得了，你都毋敢行入去啦。哪有钱通医？伊去找这 Dr. Chen， 这 Dr. Chen 用到的机器，就是伊较早发明的，对医迄个射护线的机器。伊讲我就是用你的机器咧医你咧。哇！伊感觉有一种的荣誉感呢。伊甲伊鼓励，讲你有遐发明的这个才能，你若无爱好好去拍拼看嘛呢？来，我做你的股东，你来发明。伊就甲伊讲，我咧做解药的时阵感觉讲第一无民主，第二实是足艰苦啊。伊讲我有想到一种叫做移动舱啦移动舱会当互遐解药会当秘入内底，会当好好困安尼。伊讲安尼好，我来甲你投资，你来设计一个所以后来因为这威廉斯甲伊甲伊的故事伊是基督徒呢，伊甲伊故事写去投稿伫一间小报纸。哇！大家看到这个新闻讲，第一个发明的专家天才竟然变做解药，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嘛。第二讲，竟然互一个东方亚洲台湾来的一个医生甲救，佫投资伊来做这个移动舱的生意，讲这是一个足有意思的新闻啊。所以美国在报遐大报拢一直甲报，哇，煞变做轰动起来。后来呢，甚至呢，这个伊团旗有一出电影叫做《雅果出任务》，这个出名的制片的团队讲要甲伊拍做电影咧这个是陈荣良医师这陈荣良医师，这就是伊的设计移动舱，要互遐家友大，这是医生甲这个病人甲伊的这个同事做翕相，这就是迄个丹医师甲这个威廉斯这是。但兄弟姊妹，这人感觉一个神奇的故事是啥物？因为上帝要改变人，上帝改变人，伊用奇妙的方式，或者家友变成一个感觉伊是伟大的人。兄弟姊妹，咱的生命需要改变。像故事中的主角，因为行路、行步、行差错，生命有污点、有消极、有失败，但靠耶稣基督，咱要重新行转来正路。咱要荣耀伊。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常常有争战，有引诱，可能进一步退三步。有时咱亲像了花你骨溜一个，哇，去跋落伫罪恶的深坑，土苦麻的中间。所以咱来警醒，靠圣神的能力，咱互这个歪路、错误的路挡掉的，毋是你家己会当制止是靠圣神的帮助。兄弟姊妹。最后，我要望咱伫大港这时阵有这个美好的行动。这行动是第一，咱画出大港这点到4支蜡烛的行动。这行动就是希望、有信心、有喜乐、有真爱。这是你的生命中上重要的财产。第二，咱来伫这个大港这时阵，爱继续灵修，用祈祷甲主亲近，咱互圣神来调整你属灵的生命。圣诞节拄好伫年尾嘛，你过去一冬久，你做的是好是歹，是安尼足有特殊，还是安尼懵懵渺渺、混混沌沌？拄好伫即个抬杠这时阵，甲你过去一年久的所有一切，佮重新伫主的面前，小可太太咧，小可做一个调整咧，这是上好诶，通好准备明年新的一年嘛，敢毋是？第三，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的各单位、各牧区开始要做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兄弟姊妹，请你会记得祈祷，为着你的好朋友，为着你安尼上帝有定要拯救的人，你祈祷讲上帝啊，这个是毋是你为准备好的？伊若邀请会行，这个上帝要甲你准备的，带因来参加。咱的这个圣诞节的活动，
咱的礼拜日后礼拜日下晡，咱要举办一个圣诞的音乐会。啊，这是一个真好，因为日时嘛吼，4点到6点，大家时间用啊，甲招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有好的音乐，有好的一个活动，啊，互大家去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因来参加圣诞聚会。最后，咱乐意参加教会各项的服侍，真侪会晓用行动来感恩的人。这是咱伫这个听候主的救恩中间上美好的一个结果。愿主亲自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予咱。安尼这边中间呢，咱特别要邀请一位得到上帝恩典，通过祈祷来得到祝福的心仪姐妹黄心仪姐妹，伊要起来甲咱做见证，咱甲拍拍欢迎来，心仪姐妹你都来啊，请到了台上来，台上来，好，请上来，好啊，心仪姐妹吼，伊进前受病痛，接受医生治疗。但是看见伊安怎来见证上帝伫伊心中的恩典，来。谢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分享主伫我心中的恩典。每一冬我拢有去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但是伫去年检查后的3个月，我所发现我得着癌症。当时我心内真惊吓，但是我想着讲，我家己是一个中保大道者，知影讲有一群中大道的勇士为着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所以我就为我家己写一张大道卡，也求主怜悯医治我，将这一切拢交予主。随道节想甲我讲，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句话，互我心中真大的平安。伫咧病医检查的过程中，我用我的小妹玉芳提起着我想要转来教会小组聚会。当我咧讨论的时，看到陈佑长老突然间出现伫我的面前。这时阵我知影，天父要带领我去陈佑小组，因为小组内底有跟我同款病情的姊妹，会当帮助我。互我体会到圣经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多谢小组兄弟对我的关心甲带祷。会记即伫开祷的前一暗，带祷团一真长老甲陈佑长老带着小组的兄弟来为我祈祷，而且唱《主与我同行》这条诗歌，互我深深感受到主的同在。互我心肝内有真大的平安，连隔壁床的朋友甲因的家属嘛真感动。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感谢主，为我备办真赞的医疗团队。特别主治医生为我争取所有的治疗甲药品的费用，全部由健保来支付。主的恩典真正够我用，毋单单是减轻我经济上的负担，而且手术后的复原程度，阁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好。煞接伫手术后，我就必须爱接受8届的化疗甲30遍的电疗。声带病的患者确实真多，我阁求主替我备办双人房来接受治疗。常常我住入去，隔壁床的朋友伊就办出院啊，所以我会使讲拢住伫单人房，但是我煞毋免付单人房的费用，这真正是真大的恩典。伫化疗甲电疗的过程中，会有一寡副作用，我逐工宣告主啊，求你的保护掠看。洁净我的身躯，感谢主，无好的副作用伫我的身躯并无拢总出现。主治医生阁吩咐我讲爱继续上班，因为作息甲食物拢也甲平常时共款，所以我定定袂记起我家己是一个病人。一冬真紧就过去啊，医生安排我侪项的检查。当咧看报告的时阵，发现我的肺部有一个乌影。
医生马上帮我转挂胸腔科，我心内实在是真烦恼。毋过我阁想到圣经腓立比书4章6节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我为着这个乌影迫切来祈祷，求主的保护洁净我的耳。当我阁接一解电工的时，医生甲我讲无看到啊。我真感动，大声发出哈利路亚，感谢俄罗主，荣耀归乎主。所以，当咱拄着困难的时，咱来有信心来祈祷，将咱的需要甲上帝讲，上帝的确会成就。最后这一章，感谢主的保守、看顾甲医治，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感谢牧师甲兄姐，还佫有侪侪亲朋好友的关心甲祝福。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伫遮一一来答谢。我对一个为别人祈祷，变成一个需要别人为我祈祷的人。透过代祷，领受主满满的恩典。新的一期中保代祷就要开始啊！欢迎兄姐大家做伙来加入这个团队，互咱做伙经历主的恩典甲疼。感谢大家。拍拍感谢，多谢哈，多谢心理姐。